后来，搁来要提醒咱的乡亲，食饭一定爱豆豆啊食。台中一个50岁乡亲食鱼仔火锅大喙来啉鱼仔汤，结果一介3公分外的鱼仔骨拍汤坏，就安尼插入个食道，真空引起着肺部发炎。这个乡亲搁一直到发烧才去看医生，医生马上把鱼仔骨摕出来修复伊的食道，才无来引发着败血症。 天气一个变凉冷，大家都爱食火锅。要过台中有一个50岁查甫人食砂锅鱼头的时，因为食了伤大喙无适宜，将3公分半的鱼骨头连这烧汤做伙淋落腹肚底。他3天前吃完火锅，可能有吞到东西。吃东西呢，就是在前胸上腹的地方会疼痛，担心做胃镜不舒服，他一直不愿意就医。 用电工检查，这个鱼骨头插在食道内面，较惨的是插瘫痪，造成2公分的空，引起肺部的发炎。经过医生处理后，3个月才复原。医生提醒讲，寒天时啊食火锅，若伤大喙，一寡鱼翅、鱼骨头甲鸡骨啊，有可能会吞落去。冬天的话，就比较会发生像这种，因为吃火锅。 因为烫的关系，就一不小心吞进。夏天的话，常常是什么配酒的小菜。医生强调讲，尽量当作挠来卡物件，大喙吞白饭，就会使将物件加挤落去。若咧做好物件愈卡愈严，也是去伤到食道。正确方法就是赶紧去找医生。照道片面讲，受伤了后造成感染发炎，迄若伤过严重，可能会引起败血症。